call on you. Oh, I'm calling on the Holy Spirit. Almighty river,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wly.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calling on the Holy Spirit. Almighty river,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Come and fill me again.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w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母亲节主日，我们要一起感谢上帝，为着他赐给我们生命中像母亲一样爱我们的人。邀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咱今仔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的疼，咱拢是一个人。 咱拢加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疼你。咱拢加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加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加做神，因为耶稣你的名，因为耶稣咱有个。 我已
神。弟兄姐妹，请坐。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彼此相爱，彼此陪伴。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连结，不分年龄，不分背景，像家人一样。让我们在你的爱里真实活出一家人的样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下一页。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今天的祈应文很特别，我们会儿童牧区，我们一起来祈，请会众跟我们一起来应。好，儿童牧区准备好，好，请祈。年轻人呐，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诲，就会明白，我对你的教导都是好的。你都要记住。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是我父母疼爱的独子，我父亲就教导我说，要记住我的话，不可忘掉。遵守我的训诫，你就有丰富的生命。要寻求智慧和见识，不可忘记或忽略我的话。不要离弃智慧，它就会保卫你。你喜爱它，它就会保守你。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换取见识。喜爱智慧，智慧就会使你成功。珍惜智慧，智慧就会使你尊荣。喜爱智慧，智慧就会使你成功。其智慧将是你头上光荣的华冠。年轻人呐，听我说，你若谨守我的话，就会延年益寿。我已经把智慧的道路教导你，带领你走人生正确的途径。你如果明智的遵守，行走的时候就不至于跌倒。要牢记住你所学习的，你受的教育等于你的生命。
形体不往前。守话语为生命，建立到高地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那是靠耶和华。我属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哈利路亚！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日子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爱是我的翅膀，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你们教我学习付出，叫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容，用爱拥抱这世界。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心，愿对耶稣爱不改变，一生服侍荣耀主。祝妈妈母亲节快乐！还有安口吗？好，我们再一次给我们迦南教会阿嘎佩儿童牧区的小朋友们掌声鼓励鼓励。好，请你们可以把接下来是中年级与高年级小朋友们的读经。诗篇84篇1到12节。
帝的居所。谢谢。好，下台一鞠躬，鞠躬。好，请回座。我们在他们下台的时候，我们来跟旁边的人改请安一下啊，讲今天很高兴坐在你的旁边，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今日牧师有看到真侪咱真久无看兄弟姊妹啊，还有看到很多我们家人的家人啊，好，迦南教会会有的家人，好，所以你现在可以再跟旁边排的或是前后排的说，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好，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今天是1年1度的母亲节，好，那有一个妈妈呢，她就收到一张卡片哦，这卡片是她的小孩子写的愿望，说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能够变成一只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爸爸妈妈好爱谁，有没有？有因为他们呢会很细心的呵护手机。怕手机没有电，怕手机会湿掉坏掉，怕手机会被偷走被抢走。可是呢，他们从来不怕我伤心，不怕我孤单。好，那这个是网络上写的一个母亲节的卡片啊。好，不过呢，现在很多的母亲呢，好会说我的愿望，我希望我也变成一只什么手机。我发现我的孩子都怎样，好爱手机，好都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要有手机好就好了。有了手机，就有了全世界啊！好，那这个母亲节呢，好不是手机节啊，好，但是今天看到大家为了爸爸妈妈下雨天，好，特别是为了妈妈下雨天，好来到教会来跟妈妈一起来做礼拜，好，我们要给这些家人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你知道手机 iPhone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2007年啊，2007年，2007年的时候呢是没有 iPhone 的年代。好，这是2007年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好献诗的照片。好，这个上面有没有叫得出来的名字呢？好，好像那个燕敦啊、永恩啊，好，君伟啊，好这个。
新余、新锐、好诚心，好都在这上面啊。好，这上面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几年前。18年前哦，好，18年前的囡仔，好，所以拄则咱看到台下顶家的囡仔，18年后，好，哎，就会登大人啊，好，所以时间过了较紧的。你觉得小朋友比较重要，还是手机比较重要？小朋友比较重要啊，小朋友，你觉得妈妈比较重要，还是手机比较重要？啊，好棒哦，妈妈啊，爸爸比较重要，还是手机比较重要？啊。没有答案，不想回答。啊，因为爸爸都忙着看手机。啊，这个爸爸要悔改。好，这是2007年啊，在我们迦南教会，在小朋友母亲节的献诗啊。好，时间一过，好，迄阵的囡仔，好，今嘛大家都已经嫁出，有的已经当爸爸、当妈妈。好，当我翻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发现有个亮点哦。好，这个亮点就是在母亲节那一天献诗当中，有没有看到照片的右边？哎，你们看到照片的左边啊，左边对，牧师左右部分，好，左边呢有一台神奇的机器，好，有一个那个柜子，好，也对那个有印象的请举手，好，可能这个举手的都好，这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不是一个魔术箱，好，刚来迦南教会的时候说，哎，为什么每次做礼拜都有一个黑黑的箱子放在前面？好，原来那个是我们的单枪投影机，好，跟我们在操控音控，还有那个不是音控，投影好的电脑都放在那个箱子里面，而且呢，每次做完礼拜之后，那个箱子还怎样？用铁链把它链起来啊，用铁链把它链起来，好，这也是18年前，好，不过那个不是重点，好，重点是那个站在左边的这一位美女是谁？是我的牧师娘啊，静怡牧师娘，好，有没有觉得很漂亮？好，我也觉得很漂亮，啊，但是呢，有没有发现伊的巴肚不太一样？哦，那个时候是怀孕了啦，好，怀孕，好，所以那一年呢要生允杰哦，好，所以她肚子里面好有一个 baby， 好，在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在献诗啊。好，所以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想起说这个牧师娘当妈妈，好，按呢18年来，好，这样子带3个孩子啊，也很辛苦。真的，天下的妈妈都很辛苦。好，虽然这个手机一直会换，但是小朋友怎样不会换啊？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能够好有这些小朋友陪伴，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好，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好，请，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你比手机更伟大，阿们。好，今天妈妈听到这句话，她就心满意足了，好，就欢喜啊。好，这个妈妈呢，真的就像照片上面这个鸟呢，好，都会去哺乳她的小孩。好，我们每个小朋友呢，能够长大，好，真的也都是要因着我们的妈妈把我们这样子带大。可是这些妈妈们呢，好，付出的很多。好，这个照片上面这个鸟呢，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麻雀啊。圣经当中好有2段提到圣经2段圣经很有名的经文。好，一个麻雀，好，跟麻雀有关的经文。麻雀台语安怎讲？切椒啊，好，这是圣经翻译的啊。还有呢，上面有写厝尾椒啊，好，下面叫做厝尾，就是厝尾顶啊，屋檐下。麻雀呢喜欢在屋檐下来筑巢，麻雀喜欢跟人住在一起。好，圣经当中呢讲到麻雀呢，还有一段经文，刚才小朋友读的诗篇84篇。好，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以外呢，路加福音12章也讲到了麻雀。这我们才刚刚读过路加福音复活节前，好，还记得讲什么呢？一起来读，请：5只麻雀不是卖2铜钱吗？但在上帝面前，1只也不被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好，从最后2句不要惧怕，再念一次，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好，所以耶稣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麻雀都有家。
好，我们人呢，都上帝的儿女一定有家，麻雀都有饭吃，好，都不用担心没有衣服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更不用担心，好，上帝会遗弃我们，忘记我们。而圣经诗篇84篇呢，讲到了麻雀，给我们一个形容，就是说麻雀为自己找到了什么？麻雀它为什么会找到自己的家？你有自己的家，请举手。好，谢谢。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好，那我记得我有分享，好，自己的家好有2种，一个是你爸妈的家，还有一个呢是你自己建立的家。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好，麻雀会不会去买房子？不会啊，不用，它也不用，它只要找到自己的厝尾啊、屋檐下，就有了家。但是更重要，有了这个家，是要在这个家里面做什么？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麻雀为自己找着了家。好，麻雀是全世界鸟种最多的鸟，数量最多的鸟种。麻雀呢飞得很短，因为它长得小，飞不远，所以麻雀呢喜欢跟人住在一起，它就不用跑去飞到深山，好，飞到野溪，好，它就可以很快找到食物。麻雀跟人的生活很亲密，所以我们成语有说麻雀虽小，然后呢？还有一句小鸟依人，有没有听过？就是在讲麻雀，好，因为一只麻雀只有10公分到12公分，麻雀多是好还是不好？啊，如果你有种晒稻谷的话，那个麻雀在晒稻谷的时候，麻雀来就要赶麻雀啊，因为它会抢人的粮食。但是如果都没有麻雀，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哎，对，蝗虫就会来，而且田里面虫就会增加。所以呢，我们现在的麻雀变多还是变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住在水泥大楼。好，麻雀在这边没有东西可以吃，它可以吃珍珠奶茶，它可以吃这个蒟蒻嘛，吃在地上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吃这些东西。所以麻雀越来越在城市当中，越来越找不到地方。好，因为没有树，好，没有跟人亲近的地方啊。而麻雀少呢，好，也会带来灾难。而今天这首诗篇84篇呢，好，里面用麻雀让我们看到找到了家，而这个家呢，其实不仅是自己的家，还是上帝的家。好，所以牧师要透过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3件事情。第一个是向往神的家，我们一起说一次，向往神的家。你有没有在今天做礼拜的时候，要来教会之前就要想说我明天要去教会了？好，会开始想说，我明天要几点出门，然后就要想说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带什么东西。好，今天母亲节，好，可能要打电话，好，要邀请爸爸妈妈，邀请孩子能够来。好今天母亲节要表演，小朋友他们8点多就来到这边，好，就开始来准备，好，来 rehearsal。向往神的家，除了想要来教会做什么，还要想就是不断的赞美神啊。好，很抱歉，这个台语好，因为字很小，好，所以如果看得到的坐在前面电视前面的人，你可以帮我一起来念台语来请。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乱无上主的定，到要分去。我的心神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婴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红囝的寿，伫你殿的行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好，所以这个麻雀会想要来住在圣殿，好，来到上帝的家。人更要跟麻雀、跟燕子来学习，向往神的家，就是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还在我们的家中，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想上帝的事情，上帝家中的事情。好，过去这一个礼拜多呢，好，这个台湾好有一个宗教的盛事，好，什么盛事？
这个妈祖好，妈祖出巡啊。好啊，这个妈祖绕境呢，好，这个一年现在一年都要有2次，好以上呢，好，这个是北港的也要出巡，现在苗栗的通霄也要出巡，我们桃园的龙德宫好也要出巡啊，好，所以现在越来越蔚为风潮，好，这个一年比一年人越来越多，好，今年这个白沙屯的妈祖绕境呢，报名的好就有5万人，好5万人啊，全程走的不晓得多少人。好，但是呢，声势浩荡哦，公安呢大概有20-30万人，好，真的跟着在妈祖，这嘛是一种的向往。好，当这一群好拜妈祖的人，他想妈祖，哇，就在家里面等候，或是迎接妈祖，或是跟着妈祖一起好走到各个地方去。请问我们拜上帝的人，你会不会比他们更想妈祖啊？更想上帝？不是更想妈祖，好，我们不用想妈祖，好，但是你有没有比这些拜妈祖人更想要亲近上帝，更想要亲近耶稣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不是学习他们怎么样拜，而是他们怎么样用心向往他们的神，好，想要亲近他们的神，好，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拜妈祖1年只要1次就好，但是在教会呢是每一个礼拜，好，甚至是每一天都要来亲近神，好，所以我们的操练学习的机会是更多。而上个礼拜呢，好，这个教宗天主教的教皇，好，这个圣方济过世啊，好，他过世呢，到他埋葬，好，到他安葬，总共几天？只有5天，好，只有5天，好，所以5天呢办的告别式，好，就是在这一场4月26号那一天，在梵蒂冈，好，全世界呢，好，有40万的人，好，40万的人参加教宗的葬礼，好，在5天以内，好，要买好机票。全世界有160个国家，好，都有代表，好，有超过几十个总统都到场，好，来参加，好，这个天主教，好，教宗，好，他的葬礼，好，而这也是一种他们对他们所敬拜的上帝的一种表达，好，一种心里面的尊敬。所以我们所敬畏的神，好，其实不是只有看人数，更重要是要看心灵。而在这个礼拜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这更大的聚会，你知道什么聚会吗？在巴西 ，Lady Gaga 好 ，Lady Gaga 的演唱会破了世界纪录。好，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哎，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哦，250万人。哇！演唱会250万人啊，好，把这个巴西的海滩都挤爆了。好，这看起来应该也不像200万，好，不过它可能是人次啊。好，那但是呢，哇，真的是人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什么意思？好啊，人跟山一样多，好，人跟海一样多，好，人山人海，但是。向往神的殿，好，不是在比人数，好，不管是拜妈祖的，好，这个来参加教宗的丧礼，或是来参加演唱会，好，上帝看重的呢，好，是连一只麻雀，小小的麻雀，它都会飞到圣殿，好，想要住在圣殿住下来。麻雀是真的要来圣殿在那边做礼拜吗？好，不见得。但是这个诗人看到小麻雀，他都愿意来亲近上帝的家，所以他用这种诗篇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好黄色的，我们来念：我可想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所以连麻雀，这个诗人说，连一只小麻雀都知道要来到教会，更何况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从心里面来可想。所以他说：“万军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边，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后面这2句，好，我们再来一起来读。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们不断地赞美你。所以他说，麻雀好都会来住在殿中，我们要向麻雀来学习。好，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向往神的家，我们要再说不断地赞美神。
当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当你想到神的家，而且当你心里面不断的来赞美他，就是向往神的家，不断的赞美神。而第二段呢，诗人说，我们除了向往，还要怎样？前往神的家。请说一次，前往神的家。好，这个经节好5、6、7、3节，我们一起来读台语。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雕神，因经过的大索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雕见上帝。所以他过去看到麻雀是那么想要看到他好羡慕麻雀可以住在圣殿，住在教会。现在呢，换他了，要前往采取行动。但是这个前往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就好像今天落雨天来做礼拜，真的就是一个不简单、不容易的事情。好，我们给自己鼓励一下哦。好。牧师住在教会，就像是那个麻雀啊，好，只要坐电梯下来，再走过来啊，就可以来做礼拜。好，但是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要出门，有的是住在对面，也是要出门过马路。但是呢，好，我们要前往神的家呢，是一条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的路。好，所以是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好，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你要来每一次要来朝见神、敬拜神是不容易的。下个礼拜我们要去退休会，好，但下礼拜呢也是国中的会考，好，我们在座有没有国三的国三生？好，应该都在补习当中啊，补习当中好。不过我有调查，请同工问一下，我们教会这一届的国三呢，好，教会比较少，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这些国三生来祷告。好，在刚才看到那个2007年，好，民国98、97、96、95、94，好，就是在这10-20年前，好的国中那时候叫做基测，那时候一年都有多少人报名呢？30几万，好，31万到32万。你知道今年的国中会考多少人参加呢？有没有人知道？17.5万。好，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快要砍半。好，表示怎样？国中生变少了，跟麻雀一样，都越来越少见了。好，国中生越来越少了。好，可能在20年后再砍半还得了啊？哇，台湾就被没人啊！好，但是这是事实。好，才不到20年的时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宝贵，好，越来越难见到。好，所以以前是那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现在家有一小，好，如有好几宝一样。好，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刚才我算了一下，在台上的小朋友有多少个？也是30几个小朋友。好，也是30几个小朋友，跟我们在20年前那张照片看到的也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一条流泪谷，好，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啊。好，这是2009年，好，的儿童主日学也是母亲节的献诗啊。好，那时候的儿童主日的小朋友呢，都还有穿诗袍，好，然后都会别着花，好，这个都要训练很久，好才能够上台。有没有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这样子。好，但是这些小朋友呢，在教会当中很重要。可是呢，好，这些小朋友教会要想办法让小孩子能够留在教会当中，怎么留呢？我们好有一个迦南教会一个很好的事工，叫做生日助学金，好，生日助学金，好，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学生，好，他们来就是为了怎样领生日助学金啊？不是啦，他们是要来做礼拜的啦，他们是要来敬拜上帝。好，你知道那个生日助学金哪一年开始的呢？好，1984年的母亲节开始的，好，所以离现在几年？41年，好，41年前。好，我来问一下在座的迦南人，你有领过迦南教会的生日助学金的，请举手。啊，你们都没有领过，怎么那么少？好，谢谢，请放下。好，不好意思承认啊，焕杰也有领过啊，对啊，好，
很多的年轻人都有领过生日助学金。生日助学金呢，当时候这个陈道雄牧师，还有当时候的长子呢，推动这个就是看见说要让教会的年轻人下一代，他们要继续的在教会。有没有看到舒成？这个也是20年前他也是在带国中生，这是国高中班。有没有看到焕杰？在木轩也在上面，很多在上面。这些年轻人，黄君毅也在上面，对，苏新敏也在上面，没有，对，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呢，其实我们透过生日助学金鼓励学生，你要看重在学业，也要看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生日助学金怎么来的呢？就是让所有会友，你生日的时阵，每1岁，你每满1岁就多奉献几块，20块。像牧师今年要51岁，要奉献多少钱？1万块。这个数学怎么这么好？这个以后要买这个投资就找宋会长了，把钱放大。就乘以20，乘以20，当然你要奉献1万块，感谢主，上帝祝福。但是这些钱就是到我们的生日助学金里面，来颁发。所以每一年教会大概都要颁发20几万的奖学金给这些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给他们不是给他们花钱，而是要鼓励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要在教会里面聚会，因为他们的出席要达到国小要达到8成，国高中要得到7成，大学生比较忙，但是你也要出席要达到6、7成以上，就是你一年以上1半以上都要来教会聚会，然后在学校的成绩也要看重，而教会弟兄姐妹用他们每一年的奉献的钱，来赞助这个生日助学金，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持续在教会。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算一算，今天会有几个年轻人站在台上来领这个生日助学金呢？但是透过这一些好的奖学金，鼓励年轻人，他们要能够看重聚会，也要能够看重来到教会，看重在教会当中、学校当中的表现。那这个牧师如果要看照片翻这些照片，就想到很多以往的事情。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夏令营的小学生，还有国高中生都带到我们的姐妹教会80教会，在那边3天2夜还是2天1夜。这是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国高中跟小学生一起然后到山上去然后在那边有个夏令营。这算是牧师来迦南办的第一次的夏令营。那在这当中呢，夏令营的小朋友这些上面的名字呢，大部分呢都叫得出来，叫不出来。你叫不出来但牧师叫得出来。因为看到这些小朋友呢，还有这些年轻人长大了呢，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还有没有看到世谦牧师？在这个最右边这个世谦牧师，那时候他也是高中生，但是呢，但是这些年轻人呢，长大之后呢，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但是也有一些这些的年轻人，现在长大之后就没有到教会去所以5、6、7节，我们再来读一次：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有福了。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些小麻雀们、小朋友们、年轻人们，为他们来祷告祝福。怎么样让他们力上加力呢？鼓励他们认真念书，鼓励他们认真聚会。怎么做呢？每一年生日的时候怎样奉献？乘以20块，乘以20块，用这些钱积少成多，可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书越念越好，而且在教会的聚会，品格灵性越来越好。阿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生日助学金也有
也有那个增加。好，我们也把这个生日助学金的金额增加。好，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好，因为现在说我才只有500块，好，只有1000块，好，太少，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加码，好，鼓励他们好好念书，好，大家也要好好的奉献，好，让他们都能够好前往神的家，一辈子到老都不偏离。阿们。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呢，告诉我们要向往、前往，最后要勇往神的家。好，请大家说一次：勇往神的家。你到了圣殿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要为祈祷、行动正直的君王。好，对不起，这个字又比较小，看得到的，好，请一起来读。上主啊，台语，再次，台语。好，来听。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祝福，予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城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唔愿踮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阴，伊唔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好，这里告诉我们要为谁祷告？君王，有没有看到？好，为你所设立的君王，所以来到圣殿，为什么要为君王来祷告呢？好，请问我们现在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谁？好，有没有为他祷告？你是祷告他赶快下台吗？还是祷告他能够成为一个行动正直的君王，能够在这个台湾带来台湾的祝福呢？好，这个总统姓赖。好，所以呢，现在呢，在政治上有一句名言说：“政治不难，怎么样？赖给清德就好。”好，反正什么坏的事情呢，通通都丢到总统的头上去，通通怪给他。好，赖给清德就好。好，但是这是不是政治人物该做的事情？好，不是赖给别人，是每一个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要为君王、为在上位者来祷告。他是一个行动正直的君王。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一个环境、社会，好，真的是一个非常混乱，好，真真假假，好，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新闻、很多的消息，好，大家都敢说的很敢说，不敢说的就怎样？不敢说，好，不怕得罪人，就继续的好讲很大声的话；怕得罪人的人，好连吭个声都不敢吭声，变成两极化。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当中，不是只有在台湾，在国外，在美国，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当中，越看到这样的问题，好，言论自由的国家通常也是民主的国家，好，但是那个专制独裁集权的国家都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好，它也没有这种网络霸凌的问题。我们会发现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但是有没有底线呢？你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的底线呢？好，跟你旁边说，言论自由有底线。好，但是呢，社会上、法律上的底线很简单，他会不会告你？好，这就是大概我们找得到的底线。但是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底线呢，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请说一次。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觉得你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要说出来以前，要用什么？爱心。好，当我们要去批评这些的政治人物，要批评这些在上位者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这是我们言论自由的底线。阿们。在圣经当中，创世纪有2棵树，一棵叫做什么？另外一棵，好，分别善恶树。好，这2棵树呢，好，后来呢，伊甸园好都把它关起来。可是我们发现，当人离开伊甸园之后呢，好，越来越找不到生命树，永远的生命，但是也越来越找不到分别善恶的树。特别是在今天，
到底真真假假，真的还是假？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谣言还是谩骂，还是谎言和欺骗？今天的人，现代人书读的这么多，可是也有可能真假不分，也有可能每个学期成绩都很好的人，但是他不晓得真理是非对错。而圣经说，我们来到圣殿要勇往神的家，就是要做祈祷。我们有行动正直的君王，我们有行动正直的领导者，我们有行动正直的领袖，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公义的路上。所以上个礼拜天，这个诗篇73篇，除你以外，诗人提醒我们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第二个，不要因为偏见而远离神。第三，不要以牙还牙，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我们不要活在偏见当中，我们要有定见，更要有从神来的远见，能够看到天上永恒的家，看到天上上帝的永恒的心意。而我们在地上也要学习分辨善恶树，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好，才能够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而圣经的底线就是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们要勇往神的家，好，就如同这个诗的祷告。我们来读蓝色的琴，在你的愿与一日，胜似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知道谁是恶人吗？你分得出来吗？当你好不容易分出来这个是恶人之后，你用圣经的标准、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真的是恶人吗？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眼光和智慧，能够在上帝的殿宇一日，甚是在世上好搞政治，好搞这个社会运动千日。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以基督的心为心。而最后绿色跟黄色的，我们一起来读琴。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了。所以行动正直的人，不论是君王，不论是在上位者的市长官员，或是这些的政治领袖，或是在教会当中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执事、区长、小组长，每一位领导者，在家中也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这个阿公阿嬷长辈，他们都要，上帝都期待我们能够成为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今天这首诗篇告诉我们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向往神的家，怎么做呢？不断的赞美神，除了想还要行动，就是第二，前往神的家，让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好，要让这些好从小到大一生都不偏离，最后在神的家还要怎样？勇往神的家，祈祷行动正直的君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家，对不起，麻雀。燕子呢，找着抱雏之窝。好，抱雏之窝，什么是抱雏？下蛋，好，还要怎样？孵蛋，好，孵蛋之后还要怎样？抓虫来给小鸟吃。好，这是一个抱雏之窝。建立家的目的，就是要让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麻雀它找到了家，燕子也建立了它抱雏之窝。这首诗篇告诉我们3种有福的人。第一个叫做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第二个叫做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人有福了。第三个叫做依靠你的人有福了。盼望我们都能够像麻雀，像叶子，好，从我们想到教会，到真的来到教会，以及持续的在教会当中勇往向前，能够领受3福，好，3种福气。好，哪3种福气呢？第一个是敬拜的福气，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人有福了，就是你要有敬拜的生活。好，我们每个礼拜的周报好都有这个灵修笔记。
这个灵修笔记呢，就是我们的敬拜生活，让你每一天用上帝的话来敬拜。好，那这个灵修笔记呢，好，牧师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小小的秘诀。好，你除了今天拿到这一份，这是今天的，今天拿到之后呢，你可以怎样掏假包呢？有没有掏假包的方法？有，牧师找到一个掏假包的方法，就是呢，拿到这个笔记呢，我先把这个礼拜今日优先都把它先写完，我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情，我都把它先写下来。好，然后在我每天就可以少写一行。除了这个好处之外呢，我还可以在礼拜天或是礼拜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这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等到礼拜三、礼拜四忘记了没记在下面代志。好，所以这是一个掏假包，但是这是一个敬拜的生活，让上帝的话好可以成为你每一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去我的心可想上帝的愿语。好，台语讲乱无甲要昏去啊。这只有看到 Lady Gaga 才会昏起啊，好，因为那个一氧化碳太多。好，只有看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好才会昏起啊，好，真的是人潮太多，看到妈祖也昏起。请问你看到耶稣会不会昏起啊？好，可能真的看到耶稣，可能真的会昏起。好，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哇，就跪在耶稣的脚前。我们要一个敬拜生活，从上帝的话来认识他，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第二个福呢，我们要有教会生活，就是你要来朝见神，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就是我们愿意持续的到教会，就好像我们在鼓励学生年轻人持续的到教会一样。好，今天做礼拜的时候，好，有一个弟兄跟牧师讲，牧师今日有500人无？今日有600人无？我讲今天大概接近500个人。好，接近，因为我们这个椅子有400张，再加上板凳，好，大概100张，好像500个人。好，但是讲他说，今嘛咱的少年的加足多。好，我说，但是咱的老的嘛袂少安尼。我们的长辈好，他们都是教会的条啊卡好，安怎拢袂走，所以我们要先给我们长辈来给因抱一下鼓励一下。在上帝的家中，好，就是要力上加力，好，他们都愿意，年纪这么大，好，都愿意来教会做礼拜。可是很多年纪轻轻，看到今天下雨算了，好，看到今天太阳这么大算了，好，我就看手机就好，就看网络就好。手机上的弟兄姐妹不是在讲你好，不过牧师很高兴你们都有上线，好，因为你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到场。但是呢，这些我们的长辈呢，好，他们心中向往敬拜上帝的路，好，这是一首朝圣的路。来到教会，有教会生活，能够朝见神。而第三个福是倚靠上帝的福，是一种信仰的生活，就是荣耀神。你怎么样能够行动正直、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怎么样能够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能够成为一个公正好的这个领袖领导者呢？所以这3种福好，就是敬拜生活、教会生活、信仰生活。好，请大家说一次，哪3种福？敬拜生活，还有教会生活、信仰生活。什么是敬拜生活？可想神，好，请你把周报带回去，每一天好好的可想神。什么是教会生活？朝见神，好像你每个礼拜都要来领生日助学金的感觉，好像你每个礼拜都要来领母亲节的礼物的感觉，好像你每个礼拜都要来到台上的感觉。什么是信仰生活？荣耀神，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分辨善恶，还能够分享生命给人。好，最后一张照片，应该不是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老照片。好，这张照片呢，有印象的人请举手。都没有人举手，哇，糟糕啊！好，其实我也想了很久。好，这个是我们核心同工退休会。2009年，好，我们教会呢，那时候呢，每一年都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好，这在什么地方？鸿禧山庄啦，大溪鸿禧山庄，想起来了，有趣的人请举手。好，谢谢。那我印象有点印象。我们教会每一年透过退休会，
好，都会鼓励好我们的核心同工好能够不是只有在教会好能够外出好，同时也利用这个2天1夜的时间呢，好能够来集思广益。好，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教会的事工接下来1年的事工能够有很好的顺利，好有很好的衔接啊。好，我想你可能都想要找你自己在哪里啊，好啊，你可以回去慢慢找。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照片呢，好，除了看到这些还在的人感到非常的高兴，但是也有看到很多怎么样，现在没有在教会的人，或是没有去教会的人，好，也觉得非常的惋惜。他们曾经都是教会的核心同工啊，但是为了某些的原因、某些的情形、某些的因素，好，现在变成没有去教会，好，连去做礼拜都没有，好，真的有这样子，好，真的也有这样子，好，但是也看到很大部分的，好，都继续在迦南教会，或是继续都有在教会很忠心的服侍。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教会的这一代传承给下一代，能够有敬拜生活、教会生活，还有信仰生活呢？好，上个月复活节，我们又留下了一张照片。好，你有在这张照片上面的，请举手。你有在照片上面的，不用看啦，有趣的就是你了。好，谢谢你们啊。好，我们这张十字架呢，好不容易把它排出来，但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在20年后，还会你这张照片上面的人，还有没有继续的有敬拜生活、教会生活、信仰生活呢？有没有继续的可想神、朝见神、荣耀神呢？这件事情比念妈咒还要困难，这件事情比参加教宗的丧礼还要困难。这件事情好是我们需要花时间付代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续经营？要怎么样能够让教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需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所以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好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抱雏之窝。你就像是那个小小的鸟，在那个巢里面孵起来，好长大。而我们要感谢他，好，特别是在母亲节的今天，好，此时此刻，不论你可以跟他联络，不能够跟他联络，好，刚才牧师走下去的时候，一个姐妹说：“哦，牧师你跟安徽好幸福哦。”好，这个是戴白花的弟兄姐妹心中的话。好，所以你今天戴红花的，请举手。红花的，好好看一下。好，你们都是很幸福的人哦。好，都是很幸福的人。好，请你们戴红花的时候，好好的谢谢你的母亲，谢谢她，好，为她来祷告，为她来祝福。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因为我们含辛茹苦把他们养大的孩子，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力上加力。虽然这条路是一条流泪谷，但是上帝要使它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上帝要使它充满了祝福。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的下一代，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能够让上帝的祝福大过泪水。而第三，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自己信仰上面能够以正直来承接上帝的恩惠与荣耀，愿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能够为主做光做盐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是母亲节，谢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生我们的母亲。我们要从心里面来感谢我们的母亲，感谢我们的阿母，伊把我们带到这个世间，养请我们大汉，让我们会当在这个世界站起。不管伊在我们生命中间带来什么款，才会好还是歹，总是主，我拢爱来感谢。因为妈妈要生囡仔，爱大巴肚10个月，爱行动真无方便。伊嘛爱忍受真多才会痛苦，总是老母为着囡仔甘愿来忍受，互阮做囝儿的嘛爱好好来感谢伊，孝念伊，也来学习伊。主啊，
我也要为着我的后一代，为我们的年轻人、下一代，特别是我们在场在座的学生、青少年、学子，为他们来祷告祝福。我们看到台湾的学测只有17万，不到18万的国中生。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而今年的出生率在14、13万以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希望，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来建立自己的抱雏之窝。主啊，更为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祷告，让我们都能够承接上帝的公义与正直，能够承接上帝所要赏赐每一位神儿女的荣耀与恩惠。让我们为总统祷告，为在上位者来祷告，让我们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在国家中，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彼此相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坐着来唱这首歌。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谢谢我们的母亲，谢谢我们的妈妈，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照顾我们，谢谢你养育我们。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手牵着手，手牵着手。当你跌倒，如果你在你妈妈的旁边，牵着她的手，在你孩子的旁边，牵着她的手，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手牵着手，让我们跟你旁边的人牵起手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宣告：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主，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我愿成为
永奔天路。请跟牧师这样子来祷告。谢谢妈妈，生我养我。谢谢天父，带领我的一生，有敬拜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有信仰的生活。愿我和我的妈妈都能够在上帝的殿中，一生瞻仰你的荣美。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祝福。请坐。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感谢你赐母亲给我们，感谢母亲对我们的爱和无私的奉献。求您保守看顾他们能够健康快乐，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回报他们的爱。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好，我们来报告。那报告以前呢，我们先来要介绍新朋友。那介绍新朋友之前呢，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孔啊，可以帮我跟你左右边的说，今天看见你真好。来到神的殿中呢，我们要看见神是更美好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有一组这个来宾，他们是龟山教会来的会友哈。那是黄书彤跟尤琼珠夫妇，黄锦哦，
哦，好，对不起，来，请起立，我们来掌声来欢迎他们。那我们的招待会给他们小礼物哈，哦，这么的热情，好，谢谢。好，那还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写到单子的？下次我们新朋友都可以留一个哈。那我可以从原地站起来，让我们的执事知道你，那我们来为你们预备这个新朋友的小礼物好吗？那1、2、3，请我们的新朋友站起来，大家掌声不断，来持续的欢迎他们。哇！这边有很多会进的儿女，还有这边的哈，好，谢谢。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哈，欢迎你们常常回家哈。好，那我们来报告，那报告，牧师借我一下那个。好，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金句好吗？好 ，PPT 帮我按一下。好，我们先念台语的哈，预备起。伫你的埕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唔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华语更大声哦，来。在你的殿宇住1天，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不愿住在邪恶人的家里。诗篇84篇10节，好。那今天呢是母亲节的主日，在后面呢我们会有这个送礼物的流程，请大家预备。那今天呢教会没有爱餐，还有这个礼拜的小组呢，我们可以暂停一次这样子哈。好，请各位到我们这个附近的店家去吃饭，代表附近的店家，谢谢你们来搞关哈，大家很需要。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儿童服事主日哦，就是我们阿嘎贝牧区全员在我们主日当中来服事，我们用拍手来赐福他们的服事。你们很棒，你们真的很棒，超级棒哈！好，谢谢。那下个礼拜呢，就是礼拜6、礼拜天，我们是全教会退休会，所以教会是没有开放的。那没有参加退休会的会友呢，请我们一同9点，我们在线上来见面，我们来一同敬拜哈。那我们总务部呢有招募这个膳食团队，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爱餐，那有前置的洗碗，还有中间有这个夹菜的服饰，以及会后的整理哈。那请各位来报名，跟我们的义军长老、端荣执事，或者是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都可以哈。好，那再来是松大的讲座，这是我们侍奉部门的报告。每个礼拜3早上10点半有一个线上的课程哦，那这个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那我们也可以预备来用这个工具来跟我们的邻居做很好的连结。主题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榜样，欢迎大家来参加。那7月份呢有这个英语品格营，时间是在7月7号到11号，就是有1个礼拜的时间。那请大家注意，我们的报名截止日呢是6月8号，已经报名几个你们知道吗？52个，我们的目标就是80个嘛，哈，80个，所以快要额满了哈。那这个也可以邀请我们的邻居，我们一起来参加。好，那侍奉部门第2个报告是友爱基金呢，我们有端午节的慰问金，那请小组长特别注意，我们的小组里面如果有需要的话，请你在5月19号来填写申请表，放到干事室去。那刚刚讲到退休会哈，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是7点45分在教会集合，那8点出发。那因为我们有5台游览车哦，所以请在家里预备好，你要装水的，要上洗手间的，就在家里预备好。到教会来做这些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到了我们就上车就可以出发，这样好吗？好，那我们有车次表，对不对？好，牧师要报告。对，我们要利用这时间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周报的第5页有我们的行程表，好，有咱的时间表，好，所以咱几点要伫教会集合？7点45，啊，几点要开车？8点，好，礼拜几？6。不要礼拜天来啊，礼拜天跑来，人家都已经玩1天了。好，也不用礼拜5就跑来。好，里面有几件事情，好，就是讲注意事项，好，是咱底下爱个补充的。好，特别是注意事项下面，好，这个房间没有提供一次性的盥洗用品。好，现在去住台湾的饭店都是这样。好，你这个牙膏、牙刷、刮胡刀、浴帽、梳子、纸拖鞋啊，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柜台买。好，1份10块钱，好或是你自己带习惯用的，好，是为了环保啦，好，减少浪费，好，所以如果我们有报名参加的，好，那另外还有我们在周报上面，好有补充的，好就是讲
目前好是190几个人，好，那车位、房间好都还有，好，但是如果你万一真临时要取消的，好，明天好是最后一天，好啊，后面就没有退费，好，但我们退费有这个退费的扣的行政费用。啊，如果你今天还想要去参加的，好，那请你跟我们的办公室好李章玉主任来联络，好，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安排房间，好，跟车位安内，好，所以请大家把握好这个60年一次的机会啊，好，教会退休会安内，好啊，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房间，好的，今天都有联络安排好，好，啊有问题的可以跟我们主任来联络安内。好，以上补充。好，谢谢牧师的补充，谢谢我们参加在60年只有一次的退休会哈，明年就是61年。那我们要继续来报告，我们第2次的牧养定期会呢，就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那在401教室，那请我们的区长跟小组长同工都预备心来参加。那现在呢，我们要为这个5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哦，可以帮我翻到我们周报的第2页，如果上面有你的名字，或是如果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你是在5月份生日的，请你可以到台前来，我们要来颁发礼物哈。好，现在哦，来我们一直排。5月是个很好生养的日子，请站起来。好，请站起来。好，我们可以到台前来，那我们请我们的执事来发我们的那个生日礼物。好，直接站到上面也可以。好，上面嘛，上面拍照比较漂亮。好。5月份生日的寿星，5月份，好，周报第2页，总共有74位啊，74位。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可以发，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拍拍手来祝福我们的寿星。那我们要请牧师来为我们的5月份寿星祷告。哇，太好了！好，这个我们今年到5月5月牧师来救人的时候还没有送礼物啊，好，所以我们从6月开始都有拿到礼物，好，所以已经轮1年了。下个月呢就会拿到不一样的礼物啊，好，我们已经去采买了，去订购了，好，所以我们每1年都有不同的生日礼物，好，看我们在教会可以领多少个生日礼物。好，今天有很多在周报上有70几位5月份生日的寿星哦，好，我要邀请借由大家的手为他们来祝福，好，请大家把手举起来，我们来为他们来祝福哦。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日在我的台前甲阮的周报顶悬有遮侪伫5月过生日的兄弟姊妹、大人甲囡仔，愿上帝你来赐福因，互因会当身心灵拢得到永壮，互因的家庭会当平安甲喜乐，互因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哪来哪亲密，也互因伫1年的中间拢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上帝，请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都能够每日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使他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信上加信。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能够举来拍拍来感恩恭喜，生日快乐！好，请回座。接落来要来颁发今年度2025年第1期的生日助学金。那他看到到那个周报的第4页，有我们受奖小朋友的名单。好，那待会能念到的小朋友们，请上台来哈。我们有分国小组、国中组、高中组和大专研究所组。好，那请国小组的好，国小的还念到名字的请上台哈。陈兴果，然后麦锡安、谢炳荣、吴莫言、黄恩瑜、赵文一、魏岭恩、严以乐、吴莫珍、林玉欣、庄乔慧、陈林果、谢秉成、吴生泰、黄家恩、连爱妮、赵文乐、简宇恩、林玉成、庄杰宏、许志佑。好，以上21位。好，以上。
我们得奖的代表是林玉成，好，请牧师。好，来，那个朱团长站过来。好，我们给台上这些小朋友啊，给他们鼓励鼓励。好，等一下，小朋友待会会后跟各班的对老师来拿，好，或者是找我来拿。好，来，请先回座。好，恭喜你们。等一下再找。等一下再拿。这个不给红包就捣蛋。先回去，等一下再拿。下一个，等一下再拿。等一下好，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颁发国中。好，今年国中有4位那念到名字请上台哈。简雨欣、王子亮，可能不在。好，来简嘉明、陈允田。好，4位，一起来几位？2位。子亮好。其实4位，那因为我们只有4位了哈，所以就请牧师每一位都对，每位都是代表。对，好，来站过来一点，刚刚来。是子亮、雨欣、允田，好，恭喜你们！好，还有一位嘉明今天不在。好，请回。我们要多为我们的国中生来祷告加油啊！好，今年的学测17.5万哦。好，接下来是高中组，高中组有3位，蒋一飞、廖伯成以及陈允杰。好，我们好，哎呀，好，一样好，请牧师。我们要为我们的高中来祷告啊！好，高中好，国中4位，高中3位啊！来，一飞、伯成、允杰，好来，我到那边去。这个是稀有动物啊！好，恭喜恭喜！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来颁发大学哈以及研究所的哈。好，陈爱彤、陈允琪、阮和瑜、陈毅、陈伟谦、陈义如、陆正邦、许荣佩。好，以上是大学的。还有一位哦，研究所。那个研究所的，好，那还有一起哈。好，那还有吴敏元研究所的一位。允琪，代表是允琪。好，牧师家3个小孩都有领奖哦，所以今天晚上母亲节大餐有着落了，然后马上脸上就3条线。好，好 ，OK， 好，好，恭喜我们的这些大学生，还有我们的研究生，好，恭喜他们。好，谢谢，请入座。好，那我们要继续来颁发哦。下一个这个也是很重要，还没有。好，我们要赠送那个母亲节的礼物哈。这个世上只有什么好，妈妈好，没有错哈。那我们请这个。我们要先邀请最年长的母亲，90岁以上的好不好？请你们起立。如果你90岁以上，然后你在场你是母亲的，请你起立。那来到台前我知道有这个陈妈妈，还有宝儿姐，礼物先等一下发哈。我们先请他们上台。80岁以上的，好，啊，90岁以上，对不起，90岁以上的，好，90岁以上的，请你到台上来哈。高展回哦，哈，这边都是很高龄的。好，来站在台上来，好。还有没有？哦，我们有几位？还有很多90岁以上的很多。哦，1、2、3、4、5，好，6位。这也是7位。7个，好，7个。那我们也在邀请
最年轻的好不好，牧师？好，最年轻的哈。我们的慧琴在哪里？小朋友在1岁以下的。小朋友还在肚子里面哦，下个月要生宝宝的哈。这个是我们最年轻的，好，最年轻的孕妇。宝儿节。好，母亲节快乐！耶，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邱玉姐生日，母亲节快乐！好，我们大家给他们拍拍手哦。我们左边的7位是90岁以上的，好，这个是我们还不到30岁的哈，最年轻的妈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按照年纪来啊，不用照年纪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台下的妈妈们啊。台下的妈妈，请你们站起来。好，每一位妈妈请站起来，在原地。那请我们的同工。妈妈哦，哈，好。耶，母亲节快乐啊！你跟你隔壁的说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请你们站着，请同工来赠送母亲节的红包。是。好，拿到的人呢，就可以请你坐下来。好，我们台上的妈妈们也可以慢慢的下来。好，可以哈，好，谢谢啊，你们可以回座，好，谢谢哦。哦，母亲节快乐！好，这边还有，前面还有这么多，哎，好，哎，我们的招待头。还有没有可以帮忙的？没关系，还有哦，稍等一下。好，请我们的执事哈一个一个来发，好，确认是不是妈妈这样？确认是不是妈妈？怎么认证？长得越美丽的就是。哦，是难怪。好，前面还有，后面这边还有。好，我们左半边这边还有好，慧兰姐这边先，慧兰姐那边还很多，那个丽英这边还有，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妈妈们，每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再次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祝福的诗歌。跟你旁边的人说，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深深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结合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
妈妈热烈掌声，谢谢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日做伙伫教会来庆祝母亲节，也感谢你通过阮的妈妈，互阮咱领受上帝你伫天顶永远的恩典甲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信心的帮赞，甲所有的老母、妈妈三个弟弟，也互因让身心灵永壮平安甲喜乐，对今日直到世世代代永远无衰。阿门。家将一切因根归到耶稣，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好，请坐。好，因为我们等一下散场的时候人比较多，好，所以我们先让妈妈们、长辈们先离开，好不好？好啊，所以年轻人要做什么？收椅子，好，收椅啊，摆椅啊，好，你也是妈妈长辈好，请你们从两边的出口，好，慢慢的出去，慢慢行。年轻人，好，有体力的，好，请你帮大家把椅子把它叠起来。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阿妈。